歲月長河，漁歌流淌，改革開放，潮湧僑鄉。開平電台大型系列報導，輝煌30年，全面展現開平僑鄉30年嚟滄桑巨變。大型系列報導，輝煌30年，今日播出第6篇《人民政協為人民》。今年2月13號，開平市六王家禽批發市場正式開張營業。原開平市家禽批發市場順利搬遷到此，困擾長沙街道辦事處何清理一帶居民多年嘅環境污染問題得到咗徹底解決。呢一問題得以解決，有賴於市政協委員歐燦輝、呂日進喺開平市政協11屆2次會議期間寫嘅關於加快落實搬遷開平市家禽批發市場嘅提案。提案得到咗市政府、市政協同承辦單位嘅重視。六王農牧發展有限公司投入資金近600萬元，建咗新嘅家禽批發市場。市政協委員歐燦輝：而家咁嘅